你们大一讲微博客栈，农客栈方面话，横与面的多种农客栈方面话，凌空、农博、无痕、依旧话，亚麦、港啊，凌空、凌空、农博、无痕、也就话亚麦海港，也就话亚麦海港，一句话也不会讲。麦海港，这个你啊，演张天凤的标奏奖理念，本宫就最妙。令空龙我无也就话亚麦海港，它光用手空就是光用农博就用手弄，也就话亚麦海港，它一句话也不会讲，它只用手比划，就是五就是比划。凌空农博无痕，也就话亚麦海港，一句话也不会讲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